请咱同心来恭修上帝的话。今仔日的圣经节有2位，记载伫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第8节，以及第26节到31节。我来读，请大家详细来听。创世纪第1章第1节，起头，上帝创造天甲地，地是混沌，枵袂成成。深渊的顶面乌乌暗暗，上帝神运行伫水面。上帝讲：着有光，就有光。上帝看光是好，上帝将光甲暗分开。上帝叫光做日时，叫暗做暝时。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头一日。上帝讲：在水的中间有穹苍，将水顶的隔开。上帝就造穹苍，将穹苍下面的水，甲穹苍顶面的水分开，代志就安尼完成。上帝叫穹苍做天，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2日。第26节，上帝讲：咱就照咱的形象，照咱的款式造人，互因管理海里的鱼、天里的鸟、地上的精生甲野兽，以及伫地上咧爬的动物。上帝就照伊家己的形象创造人，依照伊的形象创造因，有男有女。上帝赐予因，对因讲：着试探，加添真多，充满全地，搁治理全地，嘛着管理海里的鱼、天里的鸟，甲地上所有会振动的生物。上帝搁讲：我将全地所有结籽的菜蔬，以及一切有种子的果仔树，拢互恁做食物。地上逐种的走兽，空中一切的鸟仔，甲伫地上所有咧爬的活物，我将青色的菜蔬，互恁做食物。代志就安尼完成。上帝看伊所做的一切真好，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6日。以上，愿上帝祝福咱所读的话，将伊的话刻伫咱的心中。
亲爱兄弟，今仔日我要用圣神请来更新我的读经，来甲咱分享。恳求圣神会通更新咱个人，嘛会通更新咱的教会。伫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圣经，我相信大家拢非常的清楚，也是基督徒认为创造世界是安怎开始的，也就是创世纪的第1章。地是空混沌，烟面黑暗。上帝的神运行伫水面，上帝讲爱有光就有光。一个真出名台神的教授林鸿信老师咧解说这段时阵，伊讲空虚就是什么拢无，什么拢无。上帝咧创造这个世界是对无来开始创造的，这是人无法度做会到的，是空虚，什么拢无，宇宙什么拢无的时阵，上帝开始创造这个世界。然后伊讲混沌，伊就讲空虚混沌，混沌就是讲啥无特殊、无形状、无特殊啦。什么物件拢无，嘛无什么特殊，伊无物件就无特殊啊。第三就讲，伫遐是黑暗，黑暗表示无光明。创造世界进程是无光明的，而且讲深渊顶悬，深渊是黑暗的，深渊毋是水，深渊和较像是咧讲地面宇宙是拢无物件的。所以林教授伊咧解说这段时阵，讲咧创造这个世界的时阵是啥物拢无。什么拢无，无形状，无生命，嘛无光明的迄个时阵，上帝开始来创造。然后开始创造开始的时阵，圣经直接安尼讲：上帝的神运行伫顶面。所以伫创造的时阵，圣神就开始创造啊。迄个创造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圣神。伊讲神的灵行在水面上，神说要有光运行。伊甲伊解说讲，圣神伫遐吹来吹去，行来行去的时阵，上帝讲爱有光就有光。所以一开始上帝的创造就是透过圣神以及上帝话一讲出去了后，开始光明出来啊。然后，咱拢知影后壁第1天、第2天、第3天到上落尾，创造人类开始。因此，上帝的创造一开始就是由上帝的灵的同在，以及上帝开始讲话的时阵，迄个时阵开始创造。诗篇第33篇嘛，讲到相款的，伊讲这个天是照着耶和华的命令所造成的。万行事是照着伊喙中的气来成，气就是上帝的神啦。灵这个意思就是气的意思，灵希伯来文鲁啊就是气的意思。所以上帝的创造是有气，迄个灵甲上帝的话开始创造，对安尼开始啊。亲爱兄弟，开始有物件，有形状，有特殊，有光明。有画面是对上帝的话，以及上帝的气、上帝的圣神开始啊！我讲一个真简单的譬如，你就马上会通了解。请问各位兄弟，咱今仔日听妇女团契咧献诗所唱的诗歌，有好听无？啊，到底有好听无？哦，有吼。我请问诗班的团。是先有歌谱，还是先有音乐？是先有五线谱、有音符啊，一本歌谱，还是先有音乐？先有音乐啊！啊，音乐安怎？借着谱把它写出来，所以是先有音乐，才有谱。同款，上帝不是先有话。毋是先有圣经，是先有人的感动，才将圣经写落来。
同款的道理。我可用另外一个譬如，咱后壁宣教大楼起来，什么人想的？建筑师，啊是想有厝才有建筑师的想法，啊是想有建筑师的想法才有厝，想有想法嘛，有感动嘛，所以是想有伊的想法，才开始有这个建筑物透过伊的想法来产生。安尼就好亲像上帝创造是由上帝灵伫迄个所在运行，然后上帝透过伊讲的话，遐个物件就一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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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啊。上帝开始创造，因为伊的圣神，然后伊讲话，这个世间就变对空虚的物件、无物件变做有物件，混沌无特殊的变做开始有特殊啊，光明的所在变做黑暗的所在变做光明，一项一项就出来啊。亲爱兄弟，这对咱人有啥物意义？我捌听过真侪得到忧郁症的人甲我分享一项代志，因为我毋捌得到忧郁症，所以我甲伊问讲：请问啊，到底忧郁症是什么款的感觉？忧郁症是什么样的感觉？足侪人拢甲我形容同一项代志，敢若好亲像真悬的所在落落来，伫黑暗的所在落落来，落落去井底内底，但是无底。人一直咧落，一直咧落，一直咧落，迄个感觉。所以当人一直咧落，一直咧落嘅中间，而且伊常常佫讲一项代，伊无法度，因为心思混乱，无法度集中想代志。亲爱兄弟，创造圣神带互人嘅创造，甲即个世间嘅创造是共款的。一个互圣神感动嘅人，伊就无再是空虚的，伊真实在。一个圣神感动的人，伊袂心思混乱，伊有法度集中伊的心思意念，伊的心中感觉黑暗。上帝创造入来，迄个黑暗就离开啊。所以上帝对人的创造更新，甲上帝对这个世间的创造甲更新，道理是共款，拢是照着伊的神圣神，甲照着上帝的话。真可惜，因为人的罪了后，所以伫圣经继续写落去的时阵，直接讲，伫创世纪第6章第30讲，人属伫血气，我的灵就无永远带伫伊的内面啊。上帝创造咱的时阵，本来上帝的灵是伫咱的内底，但是因为人的犯罪，人敢若属伫血气，世间的人真侪人犯罪。到落尾，上帝讲一句话：上帝的灵圣神就无过永远徛伫人的心内啊！上帝的灵对人的心体离开啊！这就是咱即马活着的人的世界。上帝的灵已经离开咱啦，直到咱真侪代志，拢无法度明白上帝旨意，甚至到落尾，包括。咱听上帝话听袂入心，读上帝话读袂入心，因为上帝灵离开咱啊。咱过来看一位圣经，所以伫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伊伫约翰14章26节讲啊真清楚，讲我要离开时阵是对恁是好的，因为安怎？保惠师就是我的爸，因为我的名所要册来的圣神，伊要将一切事来指教恁。互恁想起我对恁所讲一切话，耶稣所讲的话，门徒无一定会记得牢，嘛无刻伫心内。耶稣离开了，老师无伫身躯边，更较需要圣神帮助因，通互伊每一摆咧读上帝话时阵，因会通想起上帝话，想起耶稣所讲的话。所以若无圣神，当咱咧读圣经的时阵，对咱无利益。伊咧袂去想讲，这是耶稣咧对咱讲话，对门徒无利益，因为咧读上，伊毋知影袂记咧耶稣所讲的话。咱继续搁看下去，约翰16章13节，直接讲搁较清楚。伊讲真理的圣神来啊，伊要引带你明白一切真理，因为伊来毋是照家己所讲的，要将伊所听见的拢讲出来，而且要将将来的事甲恁讲。
圣神来，咱才有法度明白真理。若无，咱无法度明白真理。你敢若读圣经，你无法度明白真理，除非圣神甲咱感动。耶稣讲啊真清楚，圣神来，互咱明白真理。初代教会完全体会到这个道理，所以因明白一项代志：圣经就是上帝所启示的，是圣神所感动写落来。教士读者，互人归正，引带人行义，拢是有利益的。所以伫第一世代、第二世纪的基督徒，因明白一个真理。因无法度明白上帝的道理，除非圣神来感动因。迄阵当时有一个真出名的一个教父，所谓教父就是初代时阵第一世纪、第二世纪、第三世纪，遐真有信仰的人，佮真有知识的人，遐初代教会的神学家，因离初代教会真近，因离圣经的时代嘛真近。迄个时阵有一个人叫做 Origen 奥利根，伊是主后185年到254年的时阵，伊咧形容迄个时阵的教会，伊安尼讲：伫教会中有一种的见解，规个律法是属灵的，不过律法所传达的属灵的意义，毋是所有人拢知，只有遐伫智慧甲知识的话，注意听这句话哦。互圣神的恩典所抹的人才会通知。伊体会到讲，耶稣基督所留落来这话，人无拄有法度知，除非圣神来感动伊的时阵，圣神的恩果来抹伊的时阵，伊才有法度明白。安尼咧讲什么代志？就是咧甲咱提醒。除非有圣神甲咱感动，若无，咱无法度明白所讲的话。在座兄弟，真奇妙的事，真侪人捌甲我分享同款的一项事。初信主的时候，摕圣经互伊看，足侪人拢讲这样代志，牧师我看无。你初信主的时候，有体会中看圣经拢看无的人，请举手。真侪人嘛，拄仔咧看时拢看无。亲爱兄弟，圣经的字你捌无？啊是安怎看无？字你都懂啊，音符你都看得懂啊，你不一定会唱，对不？指挥甲咱教的时阵，咱都会晓唱。同款字你拢捌，但是你看无，为什么？真简单，并不是你无知识，并不是你唔捌字，并不是你无受教育。因为上帝灵无入去，你就看无，你就看无。但是上帝灵一入去，真侪人当伊开始洗礼了后，当伊开始祈祷、恳求圣神感动了，规个拢看有啊。伊开始看有啊，可能有足深的道理，字句伊无一定看，但是迄个感动有入来，伊就看有啊。捌经过这种体会的人讲，我洗礼了啊，我祈祷了。我一段时间了，我突然拢看有啊！这款的人，请举手。你看，所以人互圣神感动了，伊就足爱看圣经，愈看愈趣味，愈看愈趣味，而且大概看拢得到体会，因为圣经是一个属灵的意义，透过圣神，先知将话写落来，人要爱知影遐的话。就是圣神的感动，伊才有法度明白。所以我家己甲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顺序。作者当伊得到圣神的感动，伊就将上帝启示的话甲伊写落来，传达给读者，就是咱。咱是读者，咱是咧读圣经的人，咱读到上帝的话，爱有圣神的感动，咱就得到上帝的启示。我搁讲一遍。作者当伊将圣神的感动，就头我拄仔讲的，伊大声就是先有感动了，伊才写落来。等伊写落来了后，伊才互读者。所以读者咧读的时阵，伊读上帝的话，伊爱得到圣神的感动，
伊才有法度明白上帝的启示啊，得到上帝的启示是同款的道理。伫中世纪，伫迄个宗教改革的时阵，咱拢是宗教改革的基督教，因真强调上帝的话甲上帝的神是足边要紧。所以伫当时，路德马丁路德，伊就直接安尼讲，即句话讲了真直接。若无赐咱活命的圣神，律法的教导就是真做字句，而且是会叫人死。伊会禁止犯罪律法是一个良善而且值得学习的律法，但是圣神会帮助咱激发咱的良善，毋是邪恶的渴望啦。当咱读圣经的时阵，请你啊真细腻，若无圣神的感动，这本圣经会变成做真侪咱的限制，咱袂爱想要去行这内面的道理，因为内面有真侪的限制。总是，若有圣神的感动，咱读的时阵，哪读圣神就激发咱内心的良善，就受到这个话甲字，甲伊激发出来。迄个时阵，咱就真爱去读上帝的话。爱搁安尼讲，道就是上帝的话，是圣神的工具。圣神是照着道内面，也照着这个道，透过道来赏赐予咱的。道就是上帝的话，所以上帝的话是上帝的灵的工具。照着内面的道，上帝的话，也照着这个道来赏赐予咱，咱才有法度得到帮助。所以，就是咱大概安尼咧读的时阵，因为有圣神的感动，递到上帝的话，对咱来讲，诚做一个活跳跳的字句，伫咱的内底来感动咱，来感动咱。但是，想咱即摆读圣经的时阵，开始慢慢拢变做一直咧思考，一直咧想。我毋是讲这无好，这嘛真要紧，咱需要去默想去想。但是因为经过理性的时代，所有西方的教育以及神学教育，拢是咧讲究，就是理性咧思考上帝的话。到某一个极端的时阵，包括我家己咧读神学院的时阵，包括我伫外国咧读神学院的时阵，我的教授咧甲阮教的神学甲读圣经。拢真理性咧分析圣经，亲爱兄弟，分析圣经无毋对，你嘛真会开拆圣经、解说圣经，真会解说。但是迄一个危险伫倒位，你知无？因为你解说到落尾，若无下伫咱的理性的，咱就真困难接受。我若想袂通的代志，我就无法度接受啊。理性赢过圣神的感动啊！理性啊赢过圣神的感动的时阵，圣神就无搁再启示咱啊，因为咱家己安尼咧想，圣神的感动就无去啊嘛。圣神的感动，咱就无相信上帝今仔日会搁对圣经来对咱讲话啊。迄是读圣经的危险，但是西方所有的教育，包括我家己所受的教育。嘛，一直咧定拢咧想上帝的话，想来思考解说上帝的话，但是却失去了上帝的圣神对咱家己的感动。亲爱的兄弟，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咱呼吁，每一届咱读圣经的时阵，咱爱敲找圣神的感动啦。就算讲你读一句两句，只要一个上帝对咱的心底咧讲话，迄天你就得到利益啊！迄天你就得到利益啊！真出名的奥古斯丁，伊犯罪，行酒家，不断一个换过酒家女，真淫乱的生活。但是有一天，当伊读到罗马书13章的第13节、14节，罗马书哦，13章的13节到14节，圣经安尼甲伊讲，当然。行事为人爱端正，好亲像行伫日时共款，毋通酒醉，毋通好色，毋通惊奸淫，毋通竞争，毋通怨妒，
就爱将主耶稣基督满伫身躯，毋通顺坦肉体安排，放纵私欲。敢若即句话尔。迄天，圣神借着即句话，插入伊的心，拍动伊的心。对迄天开始，伊就悔改啊。16世纪的时阵，路德马丁，迄个时阵所有的人拢听教皇的话，但是路德马丁伊真辛苦，伊感觉讲我就是一直遵坦教皇的话，我嘛伫遐咧修道，我嘛伫遐咧跪，伫遐咧拜。但是我一点仔无得到自由，总是有一天，伊嘛相款读罗马书的第1章的第16节甲第17节，直接安尼讲：我无掠福音做见效，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力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大先是犹太人，后来是希腊人，因为上帝的义伫这个福音来显明出来啊。这个义是本伫神，递到神，亲像圣经所记载，义的人要因为相信来得到活命。敢若这段罗马书，伊安尼读的时阵，迄天圣神感动伊，就插入去伊的心，伊个人活起来，伊讲我顶头生啊！上帝灵借着上帝话插入去伊的心，伊规个人就活起来啊！迄天圣神也无做工。就算讲伊继续读册、读圣经，伊嘛无法度得到帮助。所以咱会通安怎做？亲爱兄弟，我给你几个建议，给你4个建议。头一项，每一届咱咧读圣经的时阵，咱都要相信圣神会照着上帝话来感动我。每一届你要读圣经的时阵，家己灵修读圣经的时阵，先备万心。确信，今仔日我要读圣经的时阵，圣神会照着上帝话，今仔日来感动我。第一个，第二，我要顺服上帝话，我要顺服上帝话。那圣神感动我的时阵，迄个感动我要顺服。第三，我愿意领受这个圣神的感动。最后第四，若是领受这个圣神感动。我要祈祷恳求圣神来催逼我，互我行出今仔日的感动。亲爱兄弟，伫咱开始读圣经的时阵，就恳求圣神来感动咱，相信圣神的感动，顺服上帝的话，领受圣神带来感动，而且恳求圣神来催逼我来去行。这本册内面。贵马西牧师，我看到伊的传记，伫内面伊讲到一句话，伊讲贵马西牧师每一天的早起，拢读圣经，默想圣经的信息，操练对上帝的渴慕倚靠，甚至每一届做礼拜进前，伫准备。讲道的时阵，伊有想耶稣教是啥物，但是最后伊拢做一项代志，恳求圣神引带。所以伊毋是干那想了恳求圣神引带。过马西牧师嘛做一项代志，我相信咱老一辈拢捌听讲。大概伊行到路中的时阵，2条通、3条通行伫路中。那看到兄弟，伊第一句拢问啥物？今仔读圣经啊未？啊，你若讲有，伊就继续甲你问讲，啊，你今仔日读倒位？所以你真正有读才通讲有，啊无伊就搁甲你问落去。亲爱兄弟，伊是一个读圣经的人，逐工读圣经，要就讲台进前求圣神感动的人，莫怪。伊所讲的道理，伊所做的，人会笑脸，通互咱逐日会通活伫上帝话甲上帝的灵的中间。咱若常常安尼做，得到什么款的利益？真侪利益，其中第一大利益就是
咱真正逐日甲上帝的话、甲上帝的灵同行，上帝的灵会常常感动咱。大概2年前，咱的宣教大楼的工程，迄个时阵已经到要收尾啊。营造公司也好，设来装潢的公司也好，差不多拢伫遐要收尾啊。收尾的时阵上艰苦，因为小爱对，后壁爱检查，啊，佮足侪哩哩扣扣的代志。迄个时阵有一天足烦的时阵，我的心想：哦，安尼遐烦？我是要来做牧师的呢，我毋是要来换工田的呢，我毋是要来做监工的呢。迄天所有的负面思想规拢起来啊！我相信咱在座兄弟伫咱的工作、伫咱的家庭，拢会未免甲我相款的拄着即款的状况。迄个时阵，我就只好跪落来祈祷，因为心思混乱啊，无法度思考，无法度安静，真侪负面的思想拢走入来。伫迄个时阵，我就跪落来祈祷，甲上帝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我甲你讲，我即马足烦的，若是会使，我无爱阁做啊。即个时阵，圣神甲我感动一句话，伊甲我感动讲：你若平静安稳，我就赐你智慧；你若坚持到底，我就帮你到底。迄天我听到圣神伫我内面即句话了后，随时得到溃烂，安静。主感谢你帮助我。咱也常常亲近上帝的话，相信上帝的灵逐日感动咱的时阵，伫咱真要紧的时刻，圣神嘛会对咱讲话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赐阮真宝贵上帝的话甲上帝的灵，互阮活伫今仔日的世代的基督徒，会通亲像初代教会同款，得到上帝的话的教示，以及得到上帝的灵的感动甲引带。主啊，阮毋茫通诚做逐日伫你的话中，甲伫你的灵内面受你引带的人。请你激励也帮助阮兄弟，互阮会通诚做一个逐日读上帝的话，佮对这个话中间得到圣神的感动。阮相信，你必然会亲像初代教会来逐日来引带阮。安尼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